代表、里长、很多的贵宾，还有现场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好！早上我们都还很担心哦，昨天晚上跟市长在通电话，伊都烦恼讲今仔唔知落雨未吼。但是呢，天公伯就到三安哦，刚刚早上有一点阴雨哦，现在这个放晴了，我相信哦，让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也在大家开战哦。那我想很多小朋友都想要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市长哥哥哦，要跟他好好的处理一下，所以我就不再用大家太多的时间。等一下，除了这个 PK 以外，旁边还有我们消防局所做的宣导哦。第一关是让你学习怎么样做消防人员哦，那个神射手哦。再来，我们有这个 CPR 的练习，还有一些对于烟雾防护的这个逃难的一个过程。那等一下还有让大家走走那个比较简单的绳索哦。那骑4个点哦，有4个点可以骑哈。那我们相信哦，这个小孩子透过这样玩水又有学习，对他们是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学习的一个状况。那在这边我就不再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再次的谢谢我们青商会梁会长带领所有的会兄朋友，想都感谢姐姐。当然啦，来感谢市公所的这个支持跟代表会支持哦，一起努力，让我们这个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大家做伙拍拼。过去感谢，未来个拜托，绝对跟咱的公所，跟咱的这个议会团队哦，共同努力互咱的环境更加进步，更加欢迎哦。感谢各位，谢谢。感谢我们林青商，我们杨会长带领所有的青商会的所有会员哦，在场今天莅临现场的王惠美王县长、陈委员、张新建张议员、赖中尉赖主席、各位代表、各位里长、来彰化县政府所有长官，包括我们的消防局第2大队所有的辛苦的工作同仁，以及我们消防局的蔡务兵蔡秘书今天所有与会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首先还是要感谢我们云林青商会连续8年来举办我的泼水节大家知泼水节是咱东南亚国家重要庆典所办的一个泼水节遇水则发啦都感谢咱云林青商的当然不止我们这个泼水节，还有我们的消防的体验的今天感谢我们的消防局一大早就来布置会场今天还有很多小朋友来体验一些消防的设施感谢我们消防局。我想给好在朋友真济那个小朋友都期待带你去打水仗我就卖光收济。最后庆祝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一位贵宾大家心想事成，大家假日愉快，感谢大家。联邦医院、延伸医院来做我们的一个先导，电子约的先导那我们来宾呢，请到舞台，请他们看。黑白配，黑色配，黑白配，黑色配，黑白配，黑色配。哇，市长娱乐镇，厉害厉害厉害！